过去啊！你烦什么？我烦什么？还不是你们臭男人，追姑娘的时候一个样，追到手了又是另外一个样，翻脸比翻书都快。哼！对，所以说，耐心对于男人来说就是一个笑话。所以，我们只要享受男人追我们的过程。没错。不是所有的男人都一样。谁说不一样？谁说不一样？好，我为和我不一样的男人干一杯。这里不接待女宾。我来接我老公回家。真新鲜，来这里的都是来找自己的老公的。谁是你老公呀？杨大伟，他是我老公。哟，我这倒是长见识了。你老公都跑到这种地方来了，你怎么不早点关心他？你早干嘛了？请问这是什么地方啊？切，这儿呀，你觉得呢？哎，车先生，哎呦，我老婆不会跟我离婚的，我跟你说，谁再要是胡说，你撕烂他的嘴！对，撕烂他的嘴！哎呦，车先生，哎呦，不能开！哎呦，车先生，哎呦，你们喝的太多酒了，今天。哎呦，慢点。走，回家。同学们，你们在下笔之前，一定要仔细观察这些静物。它们被称为静物，只是相对意义上的。而一幅画作的成功，最重要的是灵魂，是要画出静物的灵魂。梵高之所以伟大，是因为在梵高的眼里，所有的物体都有各自的生命和灵魂。梵高的向日葵表达的是生命的癫狂和飞扬，而塞尚的水果是对造物的矛盾的表达。希望大家要认真的体会这一点，体会到物体的生命与灵魂是成为大师的第一步。哇，这么多东西你一个人能行吗？小瞧我，手套。我跟你说，老板雇我来可不是吃白饭的。来吧，搭把手。
真是个战神啊！你还真要去上班啊？别管了，你出门的时候记得把门给锁起来啊。哎，记得吃早餐啊，你有低血糖。走。啊，最后一箱。数一下，这是啤酒，这是威士忌，这是果汁、咖啡，一共20箱，签个字吧。看一眼啊，啤酒。行，正好。这个你留下。哎呀，那我就先走了，兄弟。行了，你走慢开。再见啊。嗨，美女，傻不拉几的。干嘛去？啊？吃饭啊？这刚几点就吃饭，太早了吧？我饿了。先垫垫，借我20分钟，跟我走一趟。嗯。干嘛呀？害怕了啊？我又不是流氓，你怕什么呀？你说你雷……谁怕你啊？走就走呗。这才7点多，怎么不多睡会儿啊？太辛